1987年9月23日，球山县最尾一边火车停ở Sa Cầu。冇當講嘅電工下，唔盤地嘅鐵路面第兩片見證了歷史性嘅最尾順利。球山縣天時過後，雖然火車冇個經過，不過實來咧還係多影響。尤其係船行車頭，也就台灣縱貫鐵路開拍最高嘅車頭，呢2日可能係接應唔落。一年會有幾10萬，將近會有100萬嘅人來到一笪了安尼。來到船行車頭，航鐵記錄高山路，感受一下兩位嘅歷史故事，係影響後來兩個原因。不過連續2年，車頭上也變到有些冇強弱。熱退後，車頭前，萬內就得發現一條鐵雕作品，為車頭加添了異度嘅藝術氣氛。我覺得還蠻特別的蠻有藝術價值的。來，快點，看爸爸這裡。來，爸爸照你哦。好，你看爸爸。好，爸爸在這裡。你不要故意出在那裡哦，你又好，來看爸爸 ，OK。好，來看這裡。一天鐵雕作品，小輪影下相爭協商，不過冇講可能冇人啲，那就是係一群業餘嘅藝術家創作出來嘅。車頭順後嘅路橋頭板風，除了越轉越前，天寒落大鐵嚟上。我用啥板都過嚟咗？是啦，那板來搬起。安尼啦。安尼有什麼？火粒波建立起來，大連父母講在香港，連着條路是冇按過事。也係上漆油漆。幹嘛會漆油漆？因為家有上古過有沒有？我們出售過如果上油漆。它保存的，它舊到。對，保存都當舊到呢。做一個鐵雕出來，然後讓客人有欣賞。不是講想按中油版還是中油版？哎呀，自己有想到什麼就做什麼這樣子。你來來去去嘅車頭順頭，梁慶雲當年都啲嘅創作。特別嘅係，呢條作品是都係鐵記錄檔每樣東西做出來嘅。也喺彈簧架哦，啲鐵路度嘅火車也平台上以後哦，枕木夾起來，它個彈簧架夾定嘅嘛，嘅枕木嘅地方哦，也本身也種也像個彈簧架，也係較早期嘅，因為也種也已經淘汰掉啦，也用也種來代替。同時迄個用嘅個火車路兩邊咧銜接嘅地方吼，兩邊夾起來固定嘅地方。火車頭順後工廠總頭度大細鐵雕作品大約有60-70件，唔但產入藝術價值，咪係使用嘅共享價值。佢也有用緊嘅鐵路行嘅鐵標嘅，嗰也係安尼很多插銷，也固定，但是參加種插銷也係已經較少用嘅，也係已經改過嗰種安尼 S 型嘅安尼彈簧夾嘅嗬，也都頭擺留下來嘅材料，嗰也有螺絲檔嘅，嗰有嘅安尼固定鐵機嘅枕木嘅鐵標嘅，也係一隻寫嘅啲檔個嗬。因為人講跟你講，你寫字做一個粗型，做到一個燈嘅準一個邊邊龍也做得，做安尼附屬嘅地方也做得啦。人看到一件作品呢，本身係一個鋪頭順行嘅欄杆，也當過喺提供本人行嘅一個安尼木杉拖，一個欄杆呢係用人家嘅附屬嘅廢鐵嘅安尼鐵土嘅廢鐵嘅要經過噴灑，因為佢當過上路嘅個材質，也幾10年就清楚唔會壞嘅，因為係要鋼嘅安尼鐵標嘅，因為清楚都當耐用，那所以講耐用耐看啦。呀，迄個嘛個哋個鐵路嘅廢鐵吼，安尼拿出來都全標嘅特別，當來做嘅嘛個鐵雕藝術嘅。本日唔記得嘅國頭度對你哋鐵路會唔見，落落確要上路係歲月嘅選擇。火車站順行個拖板防度對到三散嘅樣嘅安尼，日本時代都留下來嘅安尼廢鐵嘅廢銅廢鐵，對到三散嘅樣嘅。佢賣要賣唔得，因為佢係屬於公家嘅東西
但是呢，标个个有生草的，后来我就想讲，迄唔係同样对安尼看起来像垃圾样的安尼废铁的哈，个废植物的哈，可能想办法地变做有用的东西。啊，该迄哪落的喏？也铁机的安尼钢板有无？古天铁机的安尼钢板，佢弯铁抽的，俺染起来利用。哦，都叫你磨的咧吼。叫做磨的，我叫做往个时呢，抽就扁个呀，佢都染起来，拿做利用啊。而家在烤迄烤嘛噶？也有1300股做唔得用，我烤它，地都还好好，地都还好好，做得拿嚟用。有條鐵路橋每個風景，記得看起來全係寶貝。發銅發鐵，起靠靠嘅，嗰安尼手錶冇缺，而家就講可能係快冇別體嘅熱賣嘅東西啊。但是喺哪度經過利用以後，叫做變到歷史變黃金啦，應該係安尼講啦，叫做營養之間啦。喺假使講難以買發銅發鐵，1公斤就幾元嘅嚇。但是喺做多變嘅藝術品，加設住，會變到當較高貴安尼。唔但淨係風景，嚟到年運下來嘅橋叉節目，咪係幾條創作嘅重入材料。橋叉節復查已經停駛11年哈，但是按12年又香港嘅復駛，98年嘅下半年開始哈，鐵路局又多咗嚟漲嘢嘅鐵路，哎呀漲嘢鐵路嘅過程啊，佢要完全就當到廢鐵嘅節目嘅哈，當到都全部都扁鐵、凹鐵，嗌到咩去全部去攝轉啦，哈，啊佢到上路嘅鐵嚟咩咁樣。中橋的水柱衝到大家射碰得到，老奶還有木鐵的部分衝擊，差節目後冇規則嘅溫度係太自然嘅創作，係演創研究留下來嘅歷史痕跡。主要係用水射過，從呢啲壓力嚟射也輸嘅，射槍以後呢，我嚟洗澡，洗澡以後呢，用一種嘅天端嘅鐵路嘅路過處理。撞過以後呢，當作的使用。充滿朴實風味嘅茶節目，唔但搶走的專做定呢，連下幾條很實嘅老通調結合變做定式。我們敲的時候哈，就是力道要均勻。像你這個啊，昨天的鐵錘跟今天的鐵錘不同支，一看就知道。對呀。所以要用這一支會比較均勻。第三個好嘅通片後，用鐵錘、鐵彈鵝烤出普通話嘅立體感，嗰攞茶節目結合，掉嚟甜火過後，出現冇研究嘅藝術定式。我剛開始是帶他們，以後他們可以自己說，看到東西就可以自己去組裝，那是最好的。比如說我們工作上有某一些困難點的時候，他會提出來跟我說，這個方式好像比較不適合，然後我們來弄成用其他的媒材，或是說，方式改變，來把它組裝完成這樣子。最近作品都不認同驚豔，每樣東西越嚟新鮮命。不過，你可能想唔到，其實兩群藝術家簡單都是係做工藝。頭擺做過演繹，然後木雕這些之類，來日之前變成兩張嘢忙於做些。我以前做雕刻、漂流木留下來嘅茶乾啊、發乾啊、聚寶瓶，去做嗰種工作。入面也經濟較差之類，所以較差。伊啊，就大部分做喺當到係工廠關鐵嘅啦，也係講使到大陸去嘅，嚇，也係講遇到經驗不善網鐵嘅公司，也就員工已經冇投入嘅人。我喺度做一個計劃之前，本來我想講，請幾多工人嚟做呢藝術嘅東西，唔係我奈唔好嘛，嚇，結果試驗1年半年下來，嚇，感覺冇問題，因為有東西擺對喺嗰邊。當到人客佢都唔相信講，也係安尼實驗嘅人員，嚇，當年抽驗嘅人員做出來嘅東西。
也得做球山县文化产业协会，老老会申请改当年球业方案展工，专业工签800个元，所以容易很记得按照800重视。伫经过现在指头，老从这结发过后，一啥都变做了艺术家。因为也游客当中，啊，尽量将东西无空刚的东西做出来，啊，游客来了时就看到欢喜，然后做些人就当欢喜。那个材料他家拢有看到的，其实要做家己的方式有当多种啦，哦，水产营养的小，今年我就已经做到天然气的哈，佢变到改变到很多经济型的。那经济型呢，就本身要晓得做东西，他有办法卖本人哈，哦，唔可以有办法自家照顾自家育自家啦。啊，要训练也到专业的人哈，做得学到的术语，学到的技术，啊，将来佢有办法考一到术语边技术，自家来落实安尼啦哈，唔好讲长期专业安尼啦。球山县文化产业协会联合当地嘅手杀16份文史馆，南北两会用大家做出来嘅铁雕、艺术等，留各种嘅插cụ，展览之外，未到嚟就找卖嘅素材，希望南北唔是如实拍摄。本人客向我了解信息，向我夾住信息係幾多嘅眼望，從一開始幾多媒體散檔快嚟就跳通化葡萄，本人客就加嚟就張主料嘅好素材。以前也全部石牆全冇路嗬，它有1-2年從來冇人來到一笪地方嗬，啊，我就從一條路嗬，來開闢出來嘅路，我就喺去年98年嘅時候來開闢這條道路嗬，一條路本來都冇人行嘅，完全都冇路嘅嗬，最主要我就開一條路當免當到通化嗬，讓遊客嗬全部人上去看嘅馬來午夜雪。參加當年球業界嚟到展館都係苗栗10年才體驗，不過主要呢，從來就唔是參加過社區工作。透過200個當年球業方案，每本記到對自家故鄉就喺我參加認識老使命感。以前做嘅東西全都完全都講以利益嗬，自家為單位為出發點，啊來啊特別後一就沙期一就嗬，他係當支持一就嗬。未來做一道東西一當鼓勵。一般嚟講是唔可以用咁辛苦啦，就講做這方面嗬，也大家都當合作都同下做，大家聽書看又睇嘢嘅，同下共同嚟做。推崇安尼計劃啊，其實佢最大意義係都有嘅安尼文化方面嘅影響啦，因為人家本身也做一個鐵路嗬，嗌到。我第一度做生意啊！哈，現在因為有一個安尼古蹟嘅火車站，100年的老火車站第二搭邊。後面來這個火車生意。啊，嗌到沙期嘅人都從細都同呀鐵道府啊，離唔開一個關係啦。不過沙期嘅人佢咩要感受到個一種嘅推動安尼計劃哈，會提升一個地方嘅安尼文化一個安尼水準。對自家出色成長嘅地方，佢哋就能動情嘅情感。對安樣按感同嘅歷史古蹟、老文化資產，大家都知道當沙皮。雖然大環境唔見起，本記到是唔見用辦正好。不過兩群800壯士，第2位顛倒發現咧難為人面界心的，自家心中咧未不殺氣改變咧。